危險嘅就係日本、台灣，仲有菲律賓，跟住咧再次啲嘅就係美國，仲有土耳其，仲有紐西蘭。咩時份會去旅行好啊？秋天好啲啲，因為而家係啱啱踏入嗰個即係最兇嗰個災殺嗰個月份，而家啱啱踏入。最好就帶啲護身符，可以嚟我啲佛堂請一個金剛結，就係可以免費我送俾人，同啲結緣嘅，戴喺個手嗰度嘅金剛結，叫金剛結，俾啲人戴住可以保平安㗎。咁如果佢話要我加持，我可以免費幫佢加持念經嘅都得㗎，提供全名就得㗎啦。4月份就開始麻煩啦，跟住即係遲啲冇咁麻煩啦，就大概係夏天嗰陣時就冇咁麻煩。咁所以我哋都係留翻喺香港會安全啲啦。留翻香港，你呢度玩翻內地消費得唔得啊？內地深圳就唔驚㗎，就冇嘢㗎。即係大灣區 OK 嘅。大灣區 OK 㗎，冇乜大問題。即係如果去到嗰個咩四川啊，東北省即係咩黑龍江、吉林啊、唔係雲南啊嗰啲咪就係嗰頭咯。緬甸係新疆咪影響埋咯，係啊。雲南小心啦，仲有嗰個四川，仲有嗰個叫咩？即係黑龍江嗰一帶都唔可以去，因為都係東北。東北一定有災難，就唔好去嗰度。咁而家咪應咗㗎啦，唔怕㗎啦。之後泰國嘅情況點啊？泰國暫時就冇乜大問題，暫時。